咁咧好多人都問我，其實我年青嘅時候咧都經歷過一啲靈界嘅經驗嘅，咁啊一路到而家一樣咧都會有靈界嘅經驗。靈界經驗點開始有嘅咧？咁主要都係我喺青少年時期咧就好渴望追求一啲人生嘅真理，所以我就13歲咧就開始睇老子同莊子。咁因為我覺得人生好多痛苦，我希望咧揾到啲痛苦嘅出路。老子同莊子都係好偉大嘅思想家，對一個年青人嘅心靈都有幫助。不過又唔係話完全好了解嘅當時，但係我總有一種想追求較為超越世界嘅心。咁研究老莊咧之後到14歲咧，即係嗰陣時係中3啦，有個老師重視西方文化。西方文化都偉大，佢自己又學習莎士比亞嘅文學嘅，佢講到西方嘅文學，咁引起我對西方文學嘅興趣。當時我就去睇但丁嘅神曲，又去睇咧呢個歌德嘅浮士德，裏面就講到即係天堂地獄，以及咧浮士德講嘅魔鬼同人嘅關係，咁好有興趣喎嗰陣時啊。咁之後我又睇呢個柏拉圖同亞里士多德，柏拉圖讓我去思考個問題，就係呢個宇宙點解會有數學嘅存在？數學存在似乎顯明宇宙係有啲真理嘅系統。如果宇宙係有真理嘅系統嘅話，咁宇宙應該係有最後嘅真理，係不變嘅真理，而唔係咧變幻世界裏面嘅不可掌握嘅事情。咁不變真理就從數學嗰度建立咧，而指向宇宙係有最高嘅不變真理。呢個都對我當時好有興趣去追求嘅。嗰陣時大概係14歲13、14歲咧，就去諗呢啲嘅問題。咁又到15歲咧，我又遇着一個中文老師，佢就講到佛學。於是咧，我又去買啲佛學嘅書睇啦。當時咧，我一落堂咧，就會去揾啲書局咧喺嗰個企度睇書啊，即係去學習咧，了解啲新嘅嘢。咁就當時我見到個佛學嘅書咧，我就買嚟睇。咁佛學咧裏面係講到係要解脫。咁當時我買一本書叫《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》。係日本嘅佛學大師木村泰賢所寫嘅。咁我又好有興趣，即係人生嘅解脫，因為我覺得人生係好多痛苦啊。我屋企嘅問題，我爸爸有精神病，造成家庭嘅好多嘅災難，咁讓我感覺好痛苦。咁於是呢，我就對佛學好有興趣。咁慢慢就買多佛學嘅書睇啦，又會去佛堂攞啲佛教書睇。咁當時咧就對於呢個宇宙人生，覺得佛教都講得幾啱啊！佢講到宇宙係變幻無常，一切都係因緣起滅。因緣起滅意思即係話萬物都係彼此相關，各種唔同嘅關係就形成各種唔同嘅事件。變來變去咧就冇永恆不變嘅真理存在。我講話同柏拉圖相反，柏拉圖從數學咧證實宇宙有永恆不變嘅真理。佛學嘅認為咧，一切都變幻無常咧，喺我哋經驗所見嘅一切係並冇永恆不變嘅。咁其實屬於兩個層次嚇，即係數學嘅真理係屬於超越經驗嘅層次。咁而變幻無常卻係我哋觀察經驗所見嘅事實。喺呢個事實嘅變幻中，好多事物都係彼此相關，此生彼生，此滅彼滅。但係佛學亦有一種嘅修養功夫。引起我嘅興趣咧，我就開始打坐嘅。我大概14、15歲開始咧，就去打坐追求咧呢個嘅佛教思想啦。當時打坐咧就係根據因事子靜坐法，就係一本道教嘅書，教你點樣守住自己嘅呼或者吸嚟到咧集中你嘅精神。因事子靜坐法咧，對我影響咧都幾大，因為嗰陣時咧就通過呢個數我嘅呼或者數我嘅吸，用呼吸嘅安靜調息，讓我進入一種係好安定嘅狀態。
咁當時年青啊，可能個心冇乜雜念啊，比較容易咧進入狀態。咁所以當時咧就係好似《黃帝內經》所記載啦，就係提攜天地，把握陰陽，呼吸精氣，獨立守神，肌肉若一。咁啊，仲有一種好深嘅靜坐咧，就慢慢地睇到自己內心嘅世界嗰種嘅龐大。咁而開始就產生一種好奇特嘅所謂開天眼嘅經驗。開天眼經驗咧，就係喺我嘅眉間啊，好似產生一個嘅熒光幕咧，我見到同一個我哋見嘅空間咧，係有其他嘅唔同層次嘅事物或者存在物嘅存在，嗰啲就係所謂靈界嘅存在啦。咁早期遇到嘅都係啲讓你驚恐嘅，例如係樣貌較為醜惡，或者咧係喺飄忽無常中咧係去影響你打坐嘅。咁後來咧，我又用一個好深嘅安靜嘅方法，即係一個寂靜啊，好安靜嘅寂靜咧，我就進入一種好深嘅內在嘅經驗。咁呢種寂靜中，你進入一個無際嘅安靜嘅空間，而嗰啲嘅喺靈界出現種種奇形怪狀嘅事物咧，就係煙消雲散咧，進入一個渺渺冥冥嘅世界，而自己內在咧，忽然間發覺有一種無限嘅內在嘅心體啊！呢個心體咧，好似睇透咧事物咧係變幻無常嘅，係有個智慧嘅眼睇透咧事物咧係冇不變嘅本體，而話冇不變嘅實體，一切咧都係變幻中咧係不具有永恆性。所以當時嘅領悟就係一切皆空啦。空嘅意思唔係話冇嘢，空嘅意思係話萬物咧喺變幻中並不具有不變嘅本性。咁嗰陣時候，其實我先至15、16歲啦，其實好後生嘅啫喎。但係反而後生呢個心雜念少咧，除咗諗下女仔，冇乜其他嘢嘅，個心好純啊，所以就開始進入一種入定嘅狀態。喺入定嘅狀態裏面係好大嘅安寂啊，一種寂靜嘅寂啊，咁仲有一種好深嘅領悟。咁當時我亦去尋索一啲嘅隱居嘅真人。咁喺呢個元朗嗰邊啊，去到南地呢個地方咧，據說有個隱居嘅真人叫法海。咁當時我已經大個啲噶啦，即係啱啱19歲到咧，我同一個朋友就去揾呢個法海咧。咁喺個庭院門口，啱啱一個老僧出嚟送客咧，就見到我哋兩個年青人拎住佛經，就請我哋入去傾偈。哇！真係好似見到神仙咁啦嗰次啊！咁真係呢啲係有領悟嘅高僧啦。咁讓我咧係解答我好多打坐遇到嘅難題，亦對我好多嘅指示，好多嘅開悟可以話吓。咁當時喺呢一種嘅深沉嘅經驗當中咧，開始見到咧靈界嘅存在物咧，咁有啲係天魔嘅形象，即係恐嚇你嘅。但係進入好深嘅寂靜裏面咧，你就開始有一種嘅好大嘅安靜啊。咁在安靜中咧，你就個心係好定，唔會咧受外界嘅成敗得失、悲歡離合所影響。咁呢個係我進入到佛教講嘅稍微深啲嘅境界啦。咁而道家亦有另外一種嘅修煉辦法，都係進入一啲好類似嘅境界裏邊。咁係聚氣於丹田。咁有上丹田，有中丹田，有下丹田。咁呢啲咧，即係喺當時進入好靜嘅世界裏面咧，就開始個眼啊，內在眼就見到靈界嘅存在物啦。早期係天魔嘅形態，但後來咧似係仙佛嘅形態。咁而呢啲仙佛咧，後來仲有一次向我作出某種啟示嘅呼喚咧，勸我咧即係跟從佢拜佢哋咧，讓我就得到超自然能力，可以成為一個嘅教主啊，係可以咧係幫助人類咧達至和平。咁但係我自己個心諗落去，其實咧呢啲即係諸佛菩薩
唔能夠從客觀存在角度睇佢，因為咧佢係一種嘅影像，一種所謂好似兩支光束接觸產生一種圖像咁咧，係喺大腦裏面產生咁嘅圖像，例如觀音，例如呢一個孫悟空。咁啲滿天嘅神佛，我追查落去，其實客觀嚟講係冇孫悟空嘅，孫悟空只係一個小說嘅故事，冇理由靈界見到佢嘅。如果有嘅話咧，一定係邪靈咧扮成呢啲咁樣嘅靈界嘅嘢嚟引誘我嘅啫。咁仲有觀音啦，咁我研究觀音其實原本係男人嚟嘅，就唔會係女人咁樣嘅。咁而且觀音嘅原文嘅阿法洛嘅 Tisvara 咧，佢就係將兩個神嘅名結合。就係一個就係自在神 Isvara， 一個係阿善啊，係一個慈悲神。咁兩個神結合咧，就係印度教嘅神咧，佛教將佢吸納咗變成一個嘅觀音。咁觀音原本係男人嚟嘅，上面有鬚，但係後來嚟到中國整隻變咗女身，因為佢有幾十個女身咧吓，咁佢可以變做。即係佢有幾度變身啊？變身裏面有5個係女身，所以佢可以變女人樣俾你睇。但係佢其實係唔係一定女人嚟嘅。咁觀音其實係男人嚟嘅。咁但係點解我喺靈界裏面見嗰啲即又有孫悟空？孫悟空根本唔存在噶，冇理由靈界有佢嘅。個古仔講咧，咁觀音係應該原本男人，點解佢係女人就係民間變嗰啲樣咧？咁跟住再去思考啦。靈界裏面你都會遇到一啲係奇特嘅形象嘅神仙或者佛啊。咁但係呢啲形象嘅嘢，客觀嚟講係咪真係存在呢？都係值得去懷疑嘅。因為你一追查落去呢，例如關公有時關公都好靈啊。咁樣如果關公顯示嘅時候呢，咁我研究其實關公呢個把刀呢，就唔係漢朝嘅，關公係漢朝人，但係佢拎個把係宋朝嘅刀。咁而呢，佢着嗰啲盔甲係明朝嘅盔甲，咁而佢呢係。讀嗰本線裝書係清朝嘅線裝書，即係照我所知嘅歷史，關公嘅形象全部唔符合歷史嘅，咁冇理由歷史漢朝嗰個人死咗變神仙，但係會改咗匿名呢個宋朝武器着明朝盔甲睇清朝嘅書嘅。我只知道咧，其實都係好多嘅欺騙喺裏面，佢哋唔係真係靈界嘅神靈，而係一啲扮成神靈嘅邪靈咧嚟引誘人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後來咧就放棄咧追求呢啲咁嘅嘢，而且咧係拒絕接受佢哋嘅引誘。咁我就冇追求咧得到嗰種好高嘅力量而繼續嘅修煉，而修煉到最高嘅狀態嘅時期咧，開始有啲天人合一嘅經驗。但係因此咧，當時係通過儒學嘅思想，中國嘅儒家講到天人合一咧，基本上個天就係仁愛嘅根源，所以人有呢個仁愛嘅心。咁由人有仁愛嘅心咧，我開始去推論宇宙最後嘅真理，亦應該係個仁愛者，而唔係即係一片嘅虛寂，或者咧係一個大道或者天理咁簡單。佢哋仲超越咧大道天理咧，係創造大道天理嘅一個最後係有性情嘅一個最高嘅全能者。咁呢個就稱為上帝，因為佢係仁愛嘅根源，所以佢係有位格，即係有咧同人溝通嘅特性嘅。咁所以我就開始知道咧，宇宙真理應該係具有同我溝通嘅可能，所以我就開始去祈禱追問，學孔子向天祈禱，我想揾到咧即係同你溝通嘅門路。如果你真係存在嘅，你係宇宙嘅最後真理，或者係慈悲仁愛嘅根源，或者就係宇宙嘅天父，係親情，宇宙嘅親情。咁如果你真係上帝，你都會知道今日我係經歷好多痛苦咧，我想係喺你嗰度揾到人生嘅答案。咁所以結果好奇妙，上帝就真係我向佢祈禱咧，佢就俾我一種好安靜嘅感覺。之後咧，我就係有朋友帶我去教會，咁去到教會我先遇到啲基督徒咧，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哋具有一種嘅喜樂，呢喜樂係佢同上帝溝通帶嚟嘅喜樂。
我發覺咧，我就樣樣我都通啊，即係嗰啲儒釋道嘅境界啊、哲理啊、修煉功夫啊、靈界見嘅嘢冚唪唥都通啊，獨係唔通上帝嘅啫，即係最高嗰個超越者我未去得到，因為我有罪咧，不能接近佢。咁但係咧，我發覺基督徒咧，佢哋就乜都唔通啊，咩儒釋道啊，各種呢啲中國嘅哲理啊、修煉功夫一啲都唔識啊，大部分咧都係讀香港大學啊、讀醫啊、讀工程啊嗰啲咁人。咁但係點解佢哋有一種好大喜樂？佢係因為佢揾到上帝，即係話佢通唔到呢啲靈界啊，或者各種嘅宗教哲理嘅境界，但係一通就到頂揾到上帝。當你一通就到頂嘅咧，咁佢係因為耶穌基督有道成肉身，佢成為一個啟示，成為一道門啊，讓我哋通過接受基督就可以進入咧永恆嘅美善世界咧，係得到上帝嘅愛嘅臨在，經歷到佢嘅咁。咁呢個亦讓我明白嘅，即係最後真理上帝一定係一個慈愛嘅上帝，佢係我嘅仁愛嘅思想嘅根源。咁呢個慈愛上帝，如果佢主動同向人去顯示，打一條路，打一道門，讓我哋入去呢，呢個就係基督教。所以基督教稱為係一個啟示嘅傳統，而通過個啟示傳統呢，你可以由上帝嗰邊嘅主動咧打開門呢，讓你直接進入佢嘅世界，而唔係單靠自己修煉呢，係可以達至呢個進入到門裏面嘅嗰個豐盛嘅生命嘅。咁而當時開始呢，我就接觸咗上帝，又接受耶穌基督，就係通向上帝嘅路呢，我就成為基督徒啦。由種種靈界經驗，而最後更深嘅靈界就係遇到終極嘅精神、終極嘅價值、終極嘅美善，就係上帝。